香港每10名長者咧就有1人咧患有俗稱老人痴呆嘅認知障礙症。科技大學推出長者護老社區計劃，為基層嘅長者咧提供早期嘅檢測，有3個重點。第一，先進科技惠及市民，計劃會為6000名60至75歲長者咧進行血液測試，幫助長者喺未有明顯症狀之前咧就檢查出大腦有冇退化嘅跡象，並為有需要嘅長者咧提供專業嘅醫學建議同埋轉介，及早介入治療。呢個低入侵性嘅先進檢測方法係由科技大學帶領團隊研發。今次計劃可以令到呢個先進嘅科技咧由臨床轉為幫助長者。第二，及早介入治療。認知障礙症咧以往喺出現病徵嘅時候咧先至發現，為時已晚。腦內嘅致病蛋白質咧已經造成不可逆轉嘅傷害。透過早期嘅篩查，可以達到咧早發現、早介入、早治療嘅目標。早啲介入，用藥物或者係改變生活習慣嚟治療，延緩病情惡化。咁樣咧唔單止可以令到長者咧維持更耐嘅自理能力，亦都大大減輕咗屋企人同埋咧照顧者嘅身心壓力。計劃嘅研究數據咧可以幫助政府更加精準咁樣規劃安老政策。第三，揾出高風險人士，改變生活習慣，減低出事嘅機會。好多人咧以為老咗咧就一定會有老人痴呆，事實上咧認知障礙症咧係可以預防或者延後，由生活嘅細節咧做起。最重要係咧保持大腦活躍，平時多啲參與社交活動，同人傾偈，甚至打麻雀，唔好等個腦咧會生鏽。同時咧均衡飲食同埋適當嘅運動咧都唔少得，特別係要控制好血壓同埋血糖，因為咧血管健康咧同大腦嘅功能咧係息息相關嘅。而家雖然咧未有藥物可以徹底治療老人痴呆症，但係科技大學咧正係努力咁揾出高風險人士同埋延後病發時間，同埋咧係發病者嘅特徵，例如咧係咪同基因有關。而家嘅測試名額咧已經滿咗，希望將來有更多研究成果，令到香港人咧既長壽又精靈。請大家咧係留言讚好、轉發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